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講之講第26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沙頭角支線。沙頭角支線係一條已經停辦嘅路線，全長11.67公里，喺1912年4月1日通車，1928年4月1日停辦。初期設有6個車站，後期設有11個車站。沙頭角支線來往粉嶺及沙頭角，途經龍躍頭、軍地、紅嶺、馬尾下、來洞、禾坑、大朗、石涌凹同新村。當時沙頭角支線嘅主要用車兩台窄軌 WG Bagnall 4 4T 蒸汽機車拖行，而客車車身由紅磡工場內嘅小型車卡改裝而成。初時並冇頂蓋，乘客都要受日曬雨淋之苦，後來先加上帆布頂蓋。1910年，當時嘅北約理民府建議興建一條鐵路連接粉嶺車站及沙頭角邊境，以促進新界東北嘅交通運輸。其後喺1911年4月，港英政府同意有關建議及落實興建。當初興建九廣鐵路英段時係採用610毫米嘅窄軌，後來喺興建中途先全面採用1435毫米嘅標準軌。當時嘅九廣鐵路局就用從英段中拆出嚟嘅窄軌鐵路物料修建本支線，但由於當時鐵路所在冇道路可達，所以材料都係用牛車同人力運送。建築工程喺同年12月就完成。1911年12月21日，粉嶺至石涌凹一段首先通車，到1912年4月1日全線通車。1924年，香港政府落實興建沙頭角公路，並喺1927年通車，導致支線嘅營運大受影響，嗰年乘客量大跌。當局認為支線已經冇營運價值，最終決定喺1928年4月1日停駛，並全線拆卸。目前支線唯一尚存嘅建築物係紅嶺站，該站曾經被塞滿建築廢料，而家已經被翻新，喺柱上咗一層白色油漆及被圍欄封住。有傳聞誤拆紅嶺站係因為同鬼怪作祟有關。而支線使用嘅兩輛機車喺1933年被賣到菲律賓，直至1995年被九鐵購回。九鐵將其中一輛機車修復原貌後，於1997年陳列喺香港鐵路博物館作展示。另一輛九鐵最後將之捐贈俾位於英國威爾斯嘅萊多爾谷鐵路作為展品。今日沙頭角支線嘅介紹就完到呢度，未完待續。